旧年的大地图都近14年呢，对于南投保里人来讲，这是一段无以久以前的伤痛记忆。10多年来，大家只有各自想办法同日子过下去，各想办法好好过日子。2030岁的罗维珍，佢当时本买下睇亚瑟袋度，虽然前面简单平安出来嘅，心情还是过难平复。有100去日本一路冇穷用嘅，到咗来过后，伊可以一间板草烤客的专卖店，而用一间店名帮人重新认识玻璃。餐呢聊到过家，聊到泰丽莎嘅作嘅起里卡啦。明日罗维珍如睇下世间嘅杜风，因变因聊靠客的无人知无人看。我这几天我每天都忙到凌晨5点，连续的5天。为错到面对按多嘅人客，罗维珍明日重复同样嘅动作，同靠客的颜料用热微波炉微波。短短10秒，如爱停等拿出来搅比匀，个冰都转去微波。搭盘烤起嚟，如爱重复4-5摆，抢也比少个搅嘅滚，如青菜唔得。温度太高，它整个那个结晶整个都会破坏掉，所以你巧克力吃起来就是味道是不好吃的。又顺又长大嘅烤起嚟，所以温度超过50度，结沙如破坏嘅。故说是唔得直接用啊睇雅思炉烘比煮，用水等比煮，又将烧气灭坏嘅规模嘅烤起嚟。这个还是要凭那感觉去抓啦，因为它这个温度，所以我们才10秒、20秒这样去抓。哎，但是你一次40秒的话，有没有吼？又马上就超回答了。屯烤起嚟中多啊多泰丽莎板烘龟甲嘅应变应炒。屯煮烧到40度边内嘅烤起嚟，龟甲嘅炒比冷。罗维珍讲，手工烤起嚟爱好食，都会靠后背嘅几台冷气。因为像现在温度是40几度，然后我们就是一直靠冷气去吹这个大理石桌，遇到冷，然后整个就是去改变它的那个结晶。烧烧嘅烤起嚟，用啊到冷气强度嘅泰丽莎烘。停等周边个大温呢，龟甲嘅炒到烤起嚟降到20度边呢。罗维珍讲，一个时节烤起嚟金金冷冷，又过切，三种温度嘅变化，也系烤起嚟师傅嘅功夫。我们会看它的颜色、它的色泽，但是我们常在做，可能就会习惯它的那种温度，然后我们会看它跟手的温度。炒过嘅烤起嚟中，停等多热木嘅当中，准备送入18度嘅冷藏室，比建议热，等于慢慢硬。你如果送冷冻，它表面就不光滑了，因为那个急速冷冻，其实它会结冰，它也会裂掉。冰到木嘅烘嘅烤起嚟变好嘅，加甜味啊，个比建议热，等于硬嘅，个淋最后一层烤起嚟中。大粒烤起嚟最少如爱3日来做，都讲易比黑的。因为如果它有裂痕嘛，然后你又卖客人有没有？他如果一拿回去，他没有那么快回家，其实他那个会流出来啊，其实就整个巧克力都毁掉了。特别加甜啊，也算封最后一层烤起嚟，罗维珍来过生意。那轮悠悠的阵，屯面烘推起来一泡泡的蔬菜出下来。因为它是包在里面的东西啊，你空气一直要冲出来，一直要冲出来，那所以我们就是会到最后就会检查说，就是把泡泡都把它搓掉就对。就算罗维珍按生意嘅，每3年爱保姆嘅时节，心情还是七上八落。就算开业已经3年了，做成功嘅也能吃上嘅。其实它损耗蛮多的啊，对啊，自己像个人那一盘可能损耗其实会蛮多的。因为手工的东西就是你温度你都不可以有问题，所以敲一盘
其实很多都会坏掉。机械科毕业的罗伟正，本单是好色烤克力。有一摆去日本了，看到日本师傅现炒烤克力的表演，被吓到。没想到伊就安尼也想要来学做烤克力。刚好去日本旅游，然后其实有蛮多亲戚在日本已经定居了，对，然后刚好隔壁是卖西点巧克力的，所以才有机会去学到巧克力。真的就是那个吗？那种的，它是现在流行的生巧克力，它也是我们店卖最好的。就安尼，喺日本上10年，學會嘢炒烤克力的手藝，到咗嚟台灣過後，都學玻璃又去實行食烤克力。羅偉正陸家人也支持伊，同老屋嘅牛欄正好來開店。他就留了一棟老房子，其實一直荒廢在這邊。然後我想說，就油漆擦一擦，讓它有一個生命，有沒有？至少說，對於就是歷史啊，還是以歷史的那種感覺。羅偉正除了同倉庫都烘用牛尾嘅加拉火絲，用點烘展覽，還用玻璃嘅老地名來做店名。像烏牛欄其實這邊的地名，然後其實它跟228也是有關係的。228事件就叫做烏牛欄之役，然後剛好這個台地也是叫烏牛欄。然後其實我們說，我們不只是賣巧克力，其實我們還是一直在推廣說我們埔里的一些文化歷史。也因為這個是喺9年嘅災民，經過嘅19年能夠北方起來，新冠都烘都會想要大家重新認識埔里。羅偉正還同附近農民生產嘅農產品，像薄荷、絲粒地的有機玫瑰、太平等嘅土克蘇葉豆，總可以表入烤克力度。百香果是我們大坪頂的特產，其實在埔里百香果，幾乎大家來到埔里一定都會來買百香果，所以我們一樣把它入那個巧克力的內餡，也是我們賣得很好的一款巧克力。還蠻好吃，我覺得。對啊，也不會到很苦，就是那種很乾的那種，還蠻柔軟，而且還蠻順口的。各種農產品各有無同樣嘅滋味，也都做出嚟酸甜苦辣無同樣味絲嘅烤克力。羅偉正講，也就是埔里人嘅心情。其實我們巧克力酸甜苦辣，我們現在都有。就像我們埔里921真的是災區，而且到現在其實還是很多人都沒有辦法把房子蓋起來，對，其實還蠻多的。他就酸甜苦辣，其實就是現代人我們這邊人的寫實啊。3年來，羅偉正無日無夜嘅演變演了，這點嘅開始有個名聲，也歷史過久嘅又苦又甜嘅烤克力，喺也家鄉埔里也有個新嘅氣象。